電池儲能系統為電力系統帶嚟更大嘅靈活性，同時亦對設計、安裝及安全管理提出更高嘅要求。有見及此，2025年版電力線路規例工作守則新增有關電池儲能系統嘅規定。守則嘅規定適用於電化殼電池類型，特別係鋰離子類型嘅電池儲能系統裝置。其他類型嘅電池應根據本守則及國家或國際標準嘅相關規定而設計及安裝。喂，師傅，其實我哋而家去緊邊㗎？呢度裝咗套 BESS 電池儲能系統。乜 BESS 唔係就係用嚟儲電啫咩？電池儲能系統仲有好多用途，例如可以用作地盤嘅功率放大器，提供瞬間高負載電力俾塔式起重機，亦都可以用作備用電源，穩定整體供電，亦都可以支援高用電量需求嘅電動車輛充電設施嘅運作，甚至作為供電商規模嘅儲能系統，幫助調節高峰用電需求。咁即係唔止一種用途。所以風險都唔止一種。新守則新增咗 BESS 嘅設計同埋安裝要求。以接駁電網嘅 BESS 嚟講咧，系統需要根據 IEC 62933-5或者等效標準設計同埋安裝，亦都必須符合電力公司嘅要求同埋標準。無論 BESS 接唔接駁電網，電池本身需要符合 UN38.3、UL1973、IEC 63056或等效標準。必須配備電池管理系統 BMS， 實時監控電池運作狀態，以防電池過充、過電流、過放電或者過熱。仲要有電力轉換系統，需要符合 UL1741、IEC 62477或者等效標準。此外，系統亦都必須符合適用嘅消防安全要求。最終設計細則同埋接駁電網安排都必須獲得電力公司同擁有人雙方同意，同時亦都要有足夠嘅電氣性安全保護措施，防止觸電、防止直流電質過載、防止直流電電流流入交流電網。原來 BESS 都有咁多學問㗎。你做得好好啊！呢度套 BESS 符合晒新守則嘅要求，掂。電池儲能系統嘅應用可以喺供電網絡負荷低嘅時候為電池儲電，喺供電網絡負荷高嘅時候由電池供電，從而有助減低供電網絡嘅負荷。電池儲能系統亦可作為緊急後備電源，快速應對突發電力嘅需求。然而，佢嘅設計、安裝及運作必須符合相關國際標準、電力公司要求以及完善嘅電氣安全保護措施。